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2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有头家人去互嫌犯掠走，落尾家属付300万了后，嫌犯放人，警方早起追捕时阵也开始断死嫌犯。中国禁止台湾往来，敢会向 WTO 提出告诉的经济部表示，讲该进行讨论。学者认为，讲官司时间伤过长，建议爱两方协商。金门高粱特别起价，讲9年无起啊，而且一起就是平均起10%。有业者甲民众表示讲无法度接受。今仔日伫高雄美术馆附近发生警匪对射案件，嫌犯当场去互警察开枪断死。原因是嫌犯伫今年1月甲家己一个头家人掠走，而且一开喙就讲要到爱3000万，家属先交300万了后，有甲人放出来。警方经过半个月跟踪，早起准备要掠嫌犯的时阵，想袂到嫌犯准备要开枪，警方落尾是连续开19枪，这位嫌犯也吊枪死亡。警方的前锋车包围白色车辆，现场枪声大响，远警连开19枪压制嫌犯。因为代志发生进前，伊伫车内摕到已经有枪支的这个底枪指控，双方对立了后，嫌犯吊枪死亡。这个嫌犯1个月前伫家己犯下掠人卡油案，强压一个好业生理人，要求对方交付3000万的赎金。在服刑期间，跟他的一位长辈有认识。所以才会知道被害人的经济状况。警方表示，主嫌知影被害人家境袂歹，才伫出狱了后，因为欠钱开主导这件案件。不过被害人伫家属交付300万块了后，已经先被释放，才报警由警方接手侦办。经过半个月的跟踪，警方才查到伊长期住伫高雄，伫初2早起发动围捕。伊就收完，咱警方唔敢做来调查。讲3000万有去摕呀？我3000万嘛，咁3300万吧，伊嘛是等警方来侦办吧，侦办看安那较拍算。主嫌死亡，2个共犯落网，还有3个人去走去。初2下晡，警方陆续将逃走的嫌犯掠倒转来，有信心伫初2这天都全部将人带回。不过警方强调，支持远警正确大胆使用枪械。若是主要嫌犯伫过程中是毋是有开枪，也由监视小组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禁止台湾往来部分，咱台湾敢会向 WTO 提出告诉呢？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这可能就要进行讨论。有专家表示讲，虽然会当收购，不过拍官司的时间是真长，建议要用两方协商的方式来处理。陆委会也讲，两方之间目前有紧密合作的机制，谈好进行沟通。中国单方面宣布3月开始禁止台湾往来进口。苏文昌早起伫立法院表示，呼吁咱国人支持国产的水果，国营事业也会加强开发往来的加工食品。面对两方贸易争论，台湾是毋是向 WTO 来告中国？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爱国透过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来召开讨论。农委会完了尽力交涉。有没有需要去 WTO 告？谈判代表办公室会邀集相关的主管机关去讨论啦。现在农委会还在沟通嘛，何时知道？是27号的晚上，还是28号的当天？中国方面突然一张信函通知我们相关单位，那我们接到这个信函非常突兀，也跟一般贸易原则不同。只是向 WTO 提出告诉，台湾敢会赢？经贸学者李顺分析，这个往来禁令来自创办，使用绝对禁止的手段，确实是违反着 WTO 的规则。向 WTO 提出告诉是台湾的权利，不过 WTO 仲裁时间久。上紧嘛，都要年半才有结果，恐惊无法度马上解决掉农民的冲击，而且惊向国际仲裁，恐惊会加深两方的紧张关系。走 WTO 法律途径确实是台湾一个可行的管道，而且看起来这个胜算很高，可能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很有效的解决方法。原因就在于说 WTO 的这个诉讼程序很长，最快也要1年半左右才会有一个结果。两岸协商是现在最重要的一步啦。学者认为，向 WTO 提出告诉应该做最后的手段。目前赶紧爱做的是为两方协商机制来增加谈判的条件。另外，台湾农产品外销嘛应该持续拓展新市场。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是讲，两方对检疫问题有合作协议机制。顶礼拜农委会也已经透过这个机制向对方提出复议。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宣布暂停台湾往来进口，农委会防检局已经伫4天前建议中国就要赶紧进行协商。不过到今中国迄边却拢是无声无息。另外，咱国内也出现买往来做农民的活动。农委会表示讲，目前作文的数量已经超过4万吨啊，也就是超过去年销对中国去的数量。往来无法度外销去中国，不少民众用行动来支持。农委会宣布，企业甲个人、加工业、大卖店，也有外销等等各种的订单，目前的统计已经有41000外吨，其中外销去日本的部分会并市推广，希望会当阁创下新纪录。至少确定3500公吨，目前在迈向5000公吨到日本，这是有史以来几乎是最高的。这样的采购数量已经超过我们去年卖到中国的4万多公吨。看起来目前已经甲中国买卖往来拢销出去啊。不过，主委陈吉仲表示，要是会投入10亿来确保产地计销，其中4亿5千万会开伫个外销的奖励，包括补贴运费。因为防检局2日已经写批建议中国，爱赶紧开双边技术性视讯或者是实体的会议。不过过4天，中国也是拢无回应。农委会呼吁中国爱赶紧以海峡中间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的内容，好好来讨论。我们还是不愿意乐见走到说，这个协议变成无效了，所以我们还是去努力的维持这样的一个协议。国际的这些这种双边的这东西的一个讨论绝对不是用1个礼拜、2个礼拜的，我们还是着眼在现在，希望能够进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管道。防检局表示，若中国阁无回应，会阁一概发函去探问。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包括往来在内几项农产品。销去中国的比例不哩悬，不过去年水果外销去日本、韩国、美国等等的市场嘛拢有成长，也若外销去新南向国家的嘛增加袂少，尤其是往来成长100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要帮助咱台湾的农民，台湾分酒公司今日宣布讲，会开始用台湾的往来做往来秘鲁加往来酒，连国防部也下令讲，阿兵哥就要倒食往来。将在地往来用入台湾秘鲁了后，拍开关啊，就用闻到往来澎开。抑有一罐75%酒精的大洗手，加入往来酵素加真济少水果的香味，互大洗手不只是只有厚厚的酒精味。自酒精国家队了后，台酒宣布要加入往来国家队。那我们可以优先就是跟关庙的凤梨来做合作，屏东我们就会跟屏东县政府来做合作，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以在地的酒厂跟在地的农民来合作，那帮他们协助去化一些凤梨的一个生产量。台酒表示，水果加工技术已经是真好，即马已经有生产往来秘鲁，同时也制作各种的水果酒。为响应加入往来国家队，将会大量买台湾往来做成往来秘鲁、往来水果酒、往来酒、往来果汁等，相近下个月就新产品出来。土地政府做农产品国家队稳定往来介绍的同时，云林县政府计划处长李明嘉所在超级市场发现，国营企业大唐所卖往来罐头产地标示，竟然是泰国，不是台湾。开始是傻眼啊，但是后来真正去了解这个产业的逻辑，很多凤梨的酵素啦，或一些凤梨高质化的一些产业的投入，我觉得是台糖身为一个国营事业，现在应该好好去思考。那泰安公司生产凤梨，早期是在台湾生产没有错哈，但是后来因为随着台湾整个经济成长之后呢，然后台湾的水果改良也越来越精进，把台湾的工厂结束完之后呢，到泰国找 OEM。现在如果说要结束的话，恐怕也不是一时真容易。台糖强调会用上大力量支持台湾往来，具体做法会将台湾往来用在台糖的产业加工食品。比如水果干、往来冰品等，各地台糖相关的通路增加台湾往来专区，让更较侪国人用斗阵支持台湾往来。记者综合报道。金门酒厂伫今仔早起宣布讲，有一寡项目的高粱酒会起价，平均大约是起10%左右。而且因也强调讲，已经有9年时间无起价咯，是因为原料拢伫咧起，也决定讲价少要来做调整。也因为雄雄公告，有一寡业者甲民众拢认为讲，安尼做是无合理的。货运的人员无用咧落货，甲一箱金门高粱送入去店内底，规仔顶的高粱排规排，品项是真丰富，毋过煞起价。金门酒厂公司初日雄起价，嘛互来买高粱的民众是一时无法度接受。
之前是买好像3400，在这边被涨4000块，哇，这真的是太夸张了，10几%嘞。金酒涨价，它可能是配合它市场机制的，但是如果说市场还是有其他的酒类可以品尝，金酒涨，那我们就喝那个没涨的。若有民众无法度接受，金门在地酒商透早去挂货，雄雄知影起价，嘛认为无合理。伊讲，即届起遐济，质疑是咧替金门县府的财政找解决的方法，而且起价了后的包装甲卖方式拢无改变。即马发起价，真明显是要互代理商有日头通蹭。金门地区盘上没有什么库存酒的问题，那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代理商。那代理商预估，如果说他现在有50亿到60亿的库存量，然后10%来算的话，大概一层大概有6亿的获利。因为疫情，所以很多原料都是种植防疫酒精的原料，所以在原料的成本上也都比之前贵。那所有反应成本一定是要调涨。面对起价的风波，在地酒商看法是无共款。也若金门酒厂公司即届起价酒类的名单，包括5年订购起上济，起价2450块，起15%；金酒典装珍品系列是起价1575块，起4%。也若销量上好的金门高粱，也就是人讲白金粮，是起10%，0.75粒卖540块，整体平均是起10%。原物料的成本，那导致制造成本上涨了29%。那配合中央政府一例一休，那以及就是例行的几次调薪，我们的人力成本也提高25%，检视我们整个状况，然后做价格的调整。雄雄看起就起，金门酒厂公司讲，因为考虑到市场的特殊，无法度事先预告。不过强调讲，所有起的幅度拢有经济，嘛不会回避互代理商有日头通蹭的这个讲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海草大的公投人数是日噗噗，到昨为止已经收集超过31万份的人数数啊。公投小组也继续伫咧催，希望会当拼到45万份，要互政府听到民间的声音。一箱一箱、一堆一堆的批件非常的多，现场的职工一直拆、一直整理，是真无用。海草大公投议题受到注意，民间人数数量一直上升。公投小组更加在228连续假期了后，收到24箱挂号批甲2箱的包裹。虽然无用，不过现场职工依然真欢喜。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收过最多的邮件量。我们上次收到16箱，我们就拆了1天多才拆完。那我们预计今天应该也要拆2天，才可以把整个邮件都消化完。海草大公投第2阶段人数都开始回响无大，不过在228连续假期了后，已经总计超过31万份，渴望在车里超过35万份的安全勘站。职工希望在截止日进前冲破45分。有本土的社团出面支持，同时也呼吁卖甲公投的议题操作真多政党恶斗，执政党也卖互支持者攻击款团。不要再有公投恐惧症去面对这些我们当初自己去争取而来的公投决议，民进党可以直球去来对决这个公投的议题，不要再飘闪躲。公投是民意的展现，我们非常重视，也尊重，这也是台湾各种民意的多元社会可贵的现象。行政院长苏贞昌搁再表示会重视民意，同时也搁再讲保护海草大，嘛要维持供电的稳定。而海草大所在地桃园市长郑文灿是讲，在2015年停起核四了后，当时的经济部长有来桃园拜访，希望推动大潭电厂扩建加中油3接。伊当时强调，爱完成环评，兼顾生态保育加能源的开发。这案子已经完成环评。那也缩小了面积，从232公顷缩小到23公顷的陆域的面积。那我想环保团体有一些不同看法，那我们希望经济部、中油、台电都需要把更多的这个资料要说明清楚。郑文灿表示，关心海草大保护区的服务良好，大潭区将近4公里海岸线，爱等生态调查结束了后，才决定适当保护策略。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讲到 COVAX 要分配予台湾的20万剂 AZ 疫苗，到当时也未到位。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目前分配到 AZ 疫苗的国家，拢是需要别人斗3天的非洲国家。不过 COVAX 有答应台湾，伫5月底以前会提供一定数量的 AZ 疫苗予台湾，第2季之前会当完成交货。
咱国透过全球疫苗取得机制 COVAX 分配到头一批20万剂预定 AZ 疫苗，原定顶个月底来台湾，不过到即嘛还未到货。疫情指挥中心表示，顶个月底收到 COVAX 分配到 AZ 疫苗的，拢是需要比援助的非洲国家，会员是为印度抢来的，但是台湾所采购的是韩国抢的疫苗，目前也无消息。韩国在26号开始打的是他们韩国厂的疫苗了，所以韩国厂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这个真的不清楚。另外，国际中间一直传出 AZ 疫苗对65岁以上的长辈保护力无好。不过，英国最新的研究是讲，虽然 AZ 临床试验的保护力敢若70%左右，较无德国 BNT 疫苗的95%，却是更加当有效降低70岁以上的长辈入院的风险。AZ 疫苗在65岁以上长者的研究其实是比较少。目前也没有全面公布哦，有些还在临床试验当中。不过现在有观察到的现象是 ，AZ 疫苗在长者呢，似乎也可以减少死亡了。对这个代志，国内专家是持保留的态度，认为 AZ 疫苗需要更加侪临床实证。实际上，世界各国对长辈是不是注 AZ 疫苗有无同的看法？英国无限制长辈注射，不过加拿大却是无建议65岁以上的民众注。法国是敢若开放65岁至74岁的长辈注。德国甲韩国敢若提供65岁以下民众注。我们目前还是都打 ACIP 的建议是都打的。我们现在其实到65岁还要施打，那其实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可以再看所有的证据。曾英雄强调，国内也是维持18岁以上拢会当注 AZ 疫苗，会持续观察国际中间的研究结果，做变动的检讨。若是疫苗到货时间按照合约 ，COVAX 伫5月底前爱提供台湾一定数量的 AZ 疫苗，一定伫第2季进前完成交货。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中华有民众伫去年7月捡到现金7万多，送到中华和美派出所。有一位当咧当地的社区的警员，虽然有接受民众的报案，不过无开收据给民众，就甲民众讲已经完成报案的手续啊，煞甲这个现金藏伫咧家己的拖内面。落尾是去互民众投诉，分局才开始进行调查。这位社区的警员说是背回讲是家己袂记处理，不过分局有缘用到侵占伪造文书等罪，该移送地检署。高高一头纸票，算有7万外块现金，民众伫路捡到这个钱，送到派出所去报案。不过警察无依照程序来处理，伊是放伫家己的拖仔内底。去年7月，一个民众甲捡到皮包仔送到和美派出所，不过受理的县区的警察无依照规定来登录，报案的程序并无完成。收员还是没有依照这个受理拾得物的这个系统来开立收据，而是自行制作一个收据交给这个来信民众，并将该拾得物放置在他个人的这个办公桌抽屉内来保管，也没有呈报分局来进行公告的程序。捡到钱的民众今年2月上网想要了解案件的办理进度，才发现警察无完成受理。分局表示，这县区的警察讲是因为工作上无闲啊，先甲人拍无这个钱放伫咧拖仔内底。伊讲毋是要挑工来侵占，不过分局也是依照规定，除了甲这个警察调职，也以侵占甲伪造文书以及贪污的罪嫌该上班。远景的方式有点太夸张了，我会担心我的好意就被这样子不见了呢。警方表示，民众若是捡到物件送到派出所，上届电话是爱登录到捡到物件管理系统，也佮开收据，确认有完成这个报案。所有的明细，他刚才捡到，我们现场跟他清点那些明细，然后请他签名，然后我们自己留一份，他给报案人一份。捡到物件经过登记公告了后，6个月内若是所有人来认领，捡到人会使依法来请求，捡到物件价值的1/10。若是公告6个月了后，也是无人来领，会使由捡到人取得这个所有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苗栗3期的火焰山自然保留区，伫咧228连假时阵，有真侪民众去爬山，不过有真侪人拢是爱坐伫咧断崖边啊翕相，实在是真危险。亲像伫去年4月，就一个警察趁着休假时阵来遮佚佗，说是不幸来摔死。新竹的林管处表示讲，火焰山的土木继续伫咧崩塌，因也无法度来甲违规民众处罚。苗栗火焰山自然保留区在228连续假期期间，吸引袂少民众来爬山。当地民众就翕到真侪游客徛伫咧大浜壁头前的悬崖，是非常危险。有时候嘛无啊，嘛是人夜线拢一直过去吧。假日的时候都有上千人上火焰山。是看到了说一堆人坐在那个崩壁上面是吗？
对啊，就是不断的警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也有网络上的秘鲁坐伫咧悬崖边仔翕相，甲伊传到网络。不过事后是赶紧删掉。伫去年4月，有一个4名的警察在黑暗山实穿大结构的绑臂，不幸对家死亡。这座标悬大约600公尺黑暗山，若是假日时阵，拢有真侪游客来爬山。因为地质的构造主要是由真高层的石头组成。新竹林管处表示，因为一直绑落来，无多做这个遗体保护壁，即摆卖进入自然保留区，也无法通发。它是属于一直崩塌的地形，所以设置在当地也许会让游客误以为那边是安全的，是靠近，所以会比较偏向去设置这个警告的标志来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是在这个自然保留区范围内啦，是不会受罚。这座黑暗山步道有真侪绑落来所在，上较有名的大结构绑壁，有在地登山协会始作围网，小可围起来。不过山友常常划过这个围网，冒险来翕相，因为无法则。假日的时阵虽然有志工，不过也只用在考坑来提醒。林务局表示，已经设立告示牌，提醒山友有危险性。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环保局昨有查到一个业者，甲工程做出来废水倒伫咧废土，倒伫咧5股的粪扫山，掠到时阵竟然阁讲白贼，讲是要做环境绿化。好佳在稽查人员有够警觉，才掠到这个讲白贼的业者，相关案件也正在追查当中。对环保人员的追问，司机吞吞吐吐讲袂清，原本讲车顶有废土是整顿绿化用的用途，结果讲法是用看破，查看了后发现所在不是绿化用途，这根本拢是废土。同仁观看这个土质发现到应该是一般工地所产生的，所以就透过跟司机不断的这个小以大意之后，司机也坦诚它是来自板桥某工地的一个废弃的土方。环保局追查业者以整地绿化为名，把废土载到5股粪扫山一带去倒。废土土质歹，唔那无法度绿化，更加污染这个环境。开挖的土壤它的可能这个粘性都比较高就像有的时候像是粘土这样子一个土质，它并不适合作为这个耕种使用。因为5股这地区以往因为粪扫甲废弃物贴到敢若山，四个拢是违章的工厂，经过新北市府规划整顿违法的废弃物，并且甲这工厂协调整地绿化了后，将做民众休困佚佗的所在。我觉得这种就是等于浪费社会资源，这样子不太好，因为好不容易把这边整治得这么漂亮。对留有不法的业者凊彩乱倒这个废土，民众拢真生气。离环保局追查业者至少有4个车厝，将废土倒来遮。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处6万到30万块罚款，工务局也依法要求源头的工地来停工，负起改善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全世界武汉肺炎病例，伫咧顶礼拜又有加悬的趋势啊！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讲，袂当因为开始做疫苗，就对防疫的代志来放冷。另外，头一批 COVAX 疫苗已经有60万吨送到非洲国家加纳去啊，因为总统也是主代性。新冠肺炎全球病例数顶礼拜出现回升，是过去7礼拜以来头一摆看到，显示疫情敢若有个摊开的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讲，这甲民众防疫疲劳、甲变种病毒扩散有关。秘书长谭德赛呼吁各国，唔通因为讲有疫苗通做，就先过头放心。Vaccines will help to save lives, but if countries rely solely on vaccines, they are making a mistake.Basic public health measures rema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sponse.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一项数据资料讲，目前全球敢若较无一成人身上有新冠病毒的抗体。彭博社推测，只要目前这个速度要达到全体免疫，恐惊都要5年的时间。那是头一批全球疫苗取得机制 COVAX 的疫苗已经开始展开配送。伫非洲的加纳，总统带头一个来做。It's important that I set the example that this vaccine is safe by being the first to have it. 加纳总统甲第一夫人注射全程实况转播，目的就是要让全民放心。这原来是 COVAX 启动了后，差不多8个月送出来的头一批疫苗，拢总60万剂的 AZ 疫苗，预定为医疗人员甲高风险族群开始做。一间国际咨询公司最近针对6大工业国来展开疫苗好感度的调查，排第一个是英国，差不多有9成民众有这个意愿要来做；过来是瑞典，有7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做；但是排上尾的是法国，敢若50%
59个人有这个意愿。不过整体来讲，受访者对疫苗的好感度比去年9月是悬出4成。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真侪国家要入境的时阵，拢爱做武汉肺炎病毒体检。伫中国说是甲日本人也有美国人做体检，竟然是尻川口体检。这款的行为造成别人心理上的伤害。日本官方也已经要求中国爱用其他的方式检验日本旅客。在各国开始注射新冠疫苗的时阵，对于入境的检验有关照常在做。即马有消息讲，部分去中国工课的日本人甲美国人，在入境的时阵，可要求用尻川孔检验的方式来做体检。无法度接受的日本民众，就向日本驻北京的大使馆来投诉。心理的苦痛が大きい等の意見が寄せられていることを踏まえ、肛門による PCR 検査を法人に対して免除するよう。大使館から外交部および北京市関係当局に対し申し出を実施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現時点で検査方法を変更するとの回答は得られておらず、引き続き働きかけを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彦表示，即马只有中国会对入境的人进行尻川孔的检验。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是表示，中国会根据疫情的变化，照法律甲科学方式来调整防疫的措施。对日本的要求，只表示讲爱向相关的主管单位来确认。另外国媒体报道，除了日本，佮美国甲南韩的旅客，嘛，互人要求爱做尻川孔的采检，也毋过中国外交部煞否认这个状况。据我所知，我向我们的同事进行了核实，中方从未要求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进行肛拭子检测。即马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中国提出抗议，表示要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加其他的国际法规来维护美国外交人员加家属的尊严。而南韩是有民众虽然伫大使馆的协助之下，变做尻川孔的体检，也毋过爱提供大便的样本来做检测。公视新闻电视台编译。有一只对西班牙要开对土耳其的货轮，顶头有载900只牛，不过却因为土耳其认为这阵牛有染病，说是无爱收，等到害这阵牛伫大海当中漂流2个月过，顶个月底才登到西班牙。不过兽医师认为讲这阵牛受尽折磨，无适合国再出口，也决定讲要把这阵牛安乐死。这件事件也引起动保团体批评。伫地中海流浪2个月过，一只载牛的船啊，卡林阿拉号2月2日总算登去到出发的所在，西班牙卡塔赫纳港。不过，西班牙的兽医却建议甲船顶要活的864只牛直接人道毁掉，因为因2个月过伫海顶漂流，胃已经破病，无适合国外销去欧盟以外，嘛无应该留伫欧盟。上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安乐死。港边规排货柜，一个一个送去船顶，就是准备要抬这的牛。卡林阿拉号去年12月份出发，原本要去土耳其，不过土耳其认为相关健康的文件无符合拿疾病防治准则，所以拒绝因入境，互这的牛无地去。拿疾病是一种通拖传播的病毒造成的，会互牛甲羊等等的动物摆卡或者是出血，不过袂危害人类。其他的国家嘛烦恼疫情，若无人要买，有的甚至拒绝卡林阿拉号靠岸补给，致使这的牛吸牛草，敢若会当啉水。2个月过时间，跌伫个下客铁笼仔内，无法度行煞，已经有20-30只伫中途死亡，互切互喙了后迄落海底。动保人士批评船顶的处境，白说是地狱共款。迄若西班牙兽医的报告内底，说连因敢是有治着哪疾病，拢无说明。军方这边的律师表示，这牛大多数是治着皮肤病，或者是关节炎等等，拢是治疗就会当复原的镜头。Si me meten 70 días en un barco, lo que necesito es que bajar del barco, comer un poco bien, descansar, ¿no? Recuperarme, pero no, no, los vamos a matar. 800多个活跳跳的性命受到这款对待，互人是心真痛。动保团体甲部分的欧洲议会成员呼吁禁止外销活体动物，或者是爱制定更较符合人道的运输规范，袂当互这款野蛮佮粗残的悲剧搁一届来发生。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由汉翔公司所生产的永鹰高教机2台原型机，伫去年成功完成试飞了后，落尾也交予空军进行作战测试的评估。今早起，汉翔董事长也甲飞行官做伙试飞，表示讲对高教机的性能真有信心。汉翔表示讲，若遵照时间落去进行，年底会当升交2台全新的飞行机。
汉翔公司董事长吴开宏，甲飞行员做伙去哩用高教机1号原型机，要做伙做测试。这届还阁有去年12月份完成头一届飞行的2号机，2架飞40分钟，了后顺利降落。地勤人员确认飞行机拢正常，完成2架原型机的飞行任务。汉翔董事长表示，早起执行的飞行科目已经超过汉翔平常时测试的水准。今天测试的科目都是空军未来要测试的科目，我们先做一下这个初步的测试，当然后续测试要看空军的整个的完整的测试再说。吴开宏表示，早起2架原型机是照空军演练的科目来进行，虽然无后燃器，不过要是会当透过位零转换做动零，完成超音速的科目。这名飞官表示，用用高教机设计的目标，就是要符合空军3阶段2机种的训练模式。它是已经涵盖到主力战机，所以说未来出这架飞机，它必须要从目前 AD3的性能，一直到 F， 甚至到未来的主力战机，它并不止于我们所想的3阶段2机种。所以说这架飞机它的能量的范围是非常大。汉翔表示，目前已经完成研发测试的第1阶段，接落来会进入作战测试评估的阶段。若是有顺利，按算伫今年底交2架飞行机予空军，而且预计伫2026年完成交会66架。未来会取代 AT3教练机甲 F5部分机，优先交予台东志航基地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有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伫26提出决议案，呼吁台美着爱恢复正式邦交，而且爱放弃一中政策，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决议案当中也要求美国爱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启动台美签订 FTA。但係外交部长吴钊燮今仔表示讲，台美关系会愈来愈密切。另外，欧洲国家也有出声要挺台湾的，因为成立一个福尔摩沙俱乐部，会推特口罩3月7日开始会正式使用。这个电话是没有打，但是委员刚刚在讲的是看到美国的行政部门以及国会部门对台湾的不断的这个支持。面对立委的追问，美国总统拜登是不是有比较前总统川普上任了后，甲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外交部长吴钊燮坦白讲无，不过美国国会部门甲行政部门对于台湾支持的程度无同，行政部门不断甲咱方强调，美国对于台湾支持真坚定，态度无改变。的贸易代表署相关 FTA 的谈判，这样的进程有没有可能在你讲的行政部门坚若磐石的友情之下，给我们开展第一个启动？这是我们在努力之中的事情，但是新的贸易谈判代表还没有真正上任。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蒂芬尼甲佩里26日是提出决议案，要求美国停止一中政策，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一部分。决议案原来要求美国爱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启动美台协签自由贸易协定。外交部表达诚恳的感谢。另外，唔那美国、欧洲原来有真强大友台力量。Will exchange information, will inform each other how to support Taiwan. Very glad to be a member of the Formosa Club as a good friend of Taiwan. Taiwan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reats coming from China, but we are all facing threats coming from China. So we all need this very strong and good cooperation. 真侪成员录制影片表达祝福甲支持，会看到欧洲议会也甲欧洲13个国会挺台湾的重量级福尔摩沙俱乐部，伊的推特小号伫7日正式上线，将成为台湾甲世界联络真重要平台。吴钊燮是感谢来自欧洲的重要友台力量，显示台湾的国际贡献有得到认同。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年度贸易政策议程报告，特别讲到咱台湾对美国猪肉、牛肉的进口限制，甚至讲到台湾无科学做根据的农业政策。就行政院政委表示讲，美国甲其他往来国家也拢有类似的问题，咱台湾无需要伤过紧张。上无咱台湾已经有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啊。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3月7日发布年度贸易政策议程报告，列出中国几项强制而且无公平的贸易行为。嘛讲美国持续追踪台湾敢有遵守2016年台美贸易投资架构的协定、体法内底的承诺，而且佫一概表达对台湾无科学根据的农业政策严正的关注，讲爱移除台湾进口美猪、美牛部分的条件。不过行政院政委郑振中认为讲，唔免过头去解读。我举个比方，美国跟世界大多数它的有贸易来往的国家，它都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无需做
太多的过度的去解读，在今年1月1号开始订定了它猪肉的莱克多巴胺的残留标准。那这个解决了过去长年以来双方的一个歧见，所以我相信对美方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讯息。至于它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问题，我们当然会再去查询、再去问。美国的报告内底真要以外销美猪甲美牛来台湾的代志，不过郑振中认为讲，这是 USTR 当年来形成的报告。今年台湾正式开放进口美国内猪，已经是消毒美台之间上大无共的意见。为报告的内容，看不出来美国对台湾有啥物袂当解决的问题，嘛强调讲台美沟通的管道真通透，外交部嘛有原则性的说明。那我方呢，充分理解美方的立场哦。我们与美国的贸易代表署 USTR 等相关单位，其实都是关系非常友好的，那沟通管道也很畅通。我们会持续的透过这个各种的管道跟美方来持续的来沟通来了解、增进了解以及深化台湾跟美国友好的一个经贸往来。为农产品、智慧财产权到医疗等等的面向，拢是美国关心的项目，嘛希望台湾爱改善投资的环境。报告内底有一个表格写讲，2020年12月31日时阵，世界贸易组织所有的会员虽然直接称呼台湾，不过嘛加标注讲，世界贸易组织当中称呼中华台北。记者综合报道。47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去年参加到香港立法会初选，叫予香港政府指控违反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该掠走。目前也着爱面对司法的审判。咱台湾这边有学生团体甲伫咧台湾的香港学生，伊是做伙召开记者会，要干声援。中国摧毁青年世代，民主台湾救人要快。做伙伫立法院头前，声援初一伫香港国安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出庭的47位民主派人士，因嘛针对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干部总辞的代志，谴责中文大学介入学生会。他们被学校红色力量以死亡来威胁他们，最后昨天他们也总辞了。他们其实面对这种那么焦虑、那么迷茫的心情，他们依然选择给予香港人一种希望，那种希望在受虐中，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个火把。现场的香港籍学生嘛批评香港中文大学放弃学者的专业甲尊严，毁掉学生自治的机构，用民主寒冬来形容香港即卖的状况。学生团体阁提出3个诉求，希望汇集海外的力量。我们支持公民团体即将提出的香港人权民主条款，并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行政院应于每年提出一次针对香港人权以及自治状态的评估。他们的生命安全，还有他们的朋友、亲朋好友的生命安全，有些时候是要保密的来做。那至于条文的修订的话，陆陆续续有在讨论。声援者除了希望立法院赶紧修法，嘛希望政府提供流亡者入境的庇护，更加会使扩大对香港学生所落来入学甲转学的管道，避免因受到中国的压迫，无法度继续读册。教育部是回应香港的情势，进前就推动2摆相关入学甲转学的办法。目前海联会嘛咧办理香港、澳门秋季班的招生。记者陈阿文、徐凯台北报道。有一个牌子是专门咧做婴仔咧食的米饼，号做乐飞宝宝米饼，去互检举讲有食品安全问题，讲这间公司拢违法用工业的氮气灌伫咧米饼的包装内面。新北市卫生局甲调查处去到现场了后，也查封大约是500公斤的商品，要求业者就要限期改善。业者表示讲愿意退钱给民众。伫工厂内面使用的氮气的干仔顶还阁正明显标示着禁止用伫咧食品。验过这间生产照名的乐飞宝宝米饼的典鲁国际公司，所违法使用伫咧长期包装。新北市政府卫生局伫咧2月底接到线报，会动新北市调查处当场查到这款氮气的干仔。那现场发现业者的铝箔袋装的婴儿米饼，那使用氮气充填包装。那这个部分，它所使用的氮气在钢瓶上面呢，印有禁用于食品的字样。那这部分呢，它的制成不符合卫生安全的一个原则。卫生局也当场封存，包括有机乌子米饼、
有机的红仁仁饼、有机的苹果米饼等6种，总共500公斤的商品。业者目前还无法提具一个气体纯度的一个证明，那所以在产品的安全仍有疑虑的情况下，卫生局已经现场预防性的封存相关的6款产品，总共497公斤。那也请业者呢预防性下架该款的产品。业者电路国际公司发声明，强调自这么开始接受消费者的退换货。包括有机的乌子米饼、有机的金龟米饼等6项产品。如果您要退款的话，那麻烦您将你的货品及发票寄到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有专人帮你处理。卫生局是重申，业者涉及违反食安法，已经下令业者爱限期改善，若是无改正，相当会当罚2亿。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为着要鼓励民众生囝，有真侪乡镇拢提出金钱补贴，其中伫咧李港是上届大方的，生到第5胎的生囝补助有15万块。前几日也有民众领到头一个15万块的补助啊！庆社响起一场真特别的原住民婚礼，在屏东的三地门举办。连续19年人口副成长的屏东，各乡镇推出动赏来闹人，像三地门就是屏东头一个发放结婚津贴的原乡。另外，也有生育补助营领。生育津贴第1胎是补助1万元，第2胎补助2万元，第3胎补助3万元。那如果你第3胎是双胞胎呢，我们就补助6万元。屏东县33个乡镇市，这2家村内部乡无发放生育补助，其他头一胎补助对2000到3万不等。其中一个以李港乡上大方，头一胎3万，后续倍数成长，第5胎营领15万。2020年的12月开始实施，今年是第一个发放第5胎。我相信说，在这个补助情况下，可以让我们这些妇女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去年12月实施，即阵发出全乡头一笔的补助，不过大多数民众考虑后续请用的问题，也是唔敢生。应该还是不会想要生到那么多。为什么？对啊，因为15万你要养5个孩子也是不容易啊。现在要生2胎就很难了，生是一回事，可是重要的是后面养育那部分花的钱。生5个负担伤重啊，不过1-2个民众还是愿意来考虑。离地调酒店108年初生儿只有206个，不过109年实施补助了后，初生儿有281个。生育补助它不可能去促进想生孩子的欲望，但是当他想生孩子的时候，他就会把户籍留在潮州。为了有效来利用资源，县政府无重复发放生育津贴，你是甲预算用伫育儿津贴，下令前照顾加课后照顾等，希望借此来减轻民众负担，增加民众留伫屏东的诱因。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个月初9，司法院大法官就要举办2013年王光禄拍蜡事件的言辞辩论庭。今仔日原住民团体就伫司法院头前召开记者会，而且向司法院交出4份法定之有的意见书，要予大法官正做解说宪法的参考。2013年，暴龙族人王光禄因为用矫情拍蜡，获检方起诉，法院判刑。经过民间团体抗议甲声援，检察总长伫2017年提起非常上诉，最高法院认为判罪法律可能违宪，决定停止审判申请释宪。这个释宪案伫3月9号就要举行言辞辩论。今仔日有一寡原住民团体甲其他 NGO 伫司法院头前开记者会，分别向司法院提交4份法定之有意见书，望大法官做释宪的参考。现代国家出现之后，收夺了我们的土地，让我们失去对于传统领域的管理权利。国家所制定的这些法律，处处限制我们使用土地与自然资源，甚至用刑法这种高强度的规范来侵害我们的狩猎行为。声援者嘛指出，这个案件上大的争议是现主时的法律对原住民使用矫情的规范。法律认为原住民有制作矫情的传统。所以限制原住民敢若会使使用家己制作的矫情，不过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观念，而且是真危险。过去在订定这个法规的人说，原住民的传统有猎枪，猎枪都是自己做的。但我们纵观历史，其实我们没有自己自制猎枪这样的文化传统。那我们认为做出适当的限制是可以的，但是你既然要原住民用自制的，并且没有办法保证安全的猎枪，社会团体强调。原住民族的拍蜡权是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
但是长久以来，因的帕拉文化毋但被污名化，阁受到无适当的法律限制。即摆计共有4份法定自由意见书，收集真济珍贵的资料，希望会使帮助大法官理解，做出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甲生存权利的解说。记者郭碧君、张水台北报道。伫咧台大校园内面的罗冰堂，2018年经过铁路风波，后来利用伊本地名称交公堂，定着做历史建筑，要保留落来。不过台大却是委托建筑师林周明提出一个修复再利用计划，说去互文资团体集齐。台北市文化局今仔日举办审查会，也认定讲这个计划着爱修正的决议。台大校园内底路平堂，2018年讲要拆，后来以原名交公堂定着将做历史建筑应保留。不过建筑物真旧，台大委托建筑师林周明事务所提出修复搁再利用的计划，予台北市文化局审查。而文资团体是集齐，正面的设计并无完整来保留，敢若像有历史的意涵，互分解开咯。类似像一块一块的水泥砖，那它这个构造是具有功能性的，有音响的效果，你可以马上就看得出来这个建筑的特色的东西都不见了。他是从事华语文界的先驱者，那在这边我们也希望可以把鹿鸣堂保存下来，让这样的精神可以传承。对修复的模仿图来看，是甲正面改做玻璃围幕，边仔采取楼梯式保留，并且设置文物展览的所在。台大甲林周明拢表示，这是经过2年讨论出保留整体建筑大约60%的方案。全面保存，或者是部分保存，或者是他用文字以照片的方式来保存，并没有把历史那一块要把它丢掉。不过审查会上，文资委员对这阵的设计规划拢提出包含失去建筑物的特色这个问题，认为案件应该搁再来研究。作为侨务、侨生使用，还有国民大会当时使用的历史的部分，正立面把它用玻璃帷幕墙的设计，其实是不恰当的。单位指出，建议台大甲建筑师搁再修改计划，同时扩大开说明会，接纳无同的声音，再搁甲修正版本送文化局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去到美国拍拼的投手江小庆，顶礼拜宣布讲会加入中华职棒，而且会甲富邦悍将签订合约。前3开始就要正式加入富邦悍将离军的训练，江小庆接受球团安排，甲媒体来见面。对着外界上界关心，那会决定要参加中职的选秀？伊的答案是需要舞台。27岁嘛，我说年轻不年轻，说老不老。我觉得球员就是需要一个舞台。好好表现，发挥自己的球技。江小庆入国美国9年，2018已经升上3A，2019在印第安人3A， 单球归半了后，去年选进老虎少年名单机会，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比一球水，所以讲一直无比赛机会。伊讲结束入国美国，一点唔甘，只是希望有所在能好好来发展。去年12月中，富邦确定保有选秀第1顺位了后，就甲经纪公司来联络，希望留到准大联盟实力的投手。可能如果真的是没有疫情的状况，大家可能。以邵庆来讲，他一定可能27岁还年轻，还会想要在旅外继续打拼这样子。台湾数1数2的投手，所以有这个机会，他能够先来这边自行培训，然后在上半季的时候，我们可以在2军就近的观察。应对高级日本甲美国球队开出合约的重围之下，先甲江小庆签下家己备份的合约。悍将领队蔡成儒无讲签约金额，只是讲一切等选秀了，这个讲，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入国美国的詹仁和、吴定伟这人也可能回国来效力。富邦是不是改变？蔡成儒讲，将原签就是江小庆，这是不变的。记者综合报道。江建院政有是甲民间的车厂合作，研发出一套系统，透过电脑的自我学习，会当根据着奥多摆驾驶的体重、甲骑车的习惯，来断定讲电池抑阁会当骑偌远。电门吹落去，电动机车的链仔摇甲真紧开。不过，若骑过电动机车的人，应该常常爱烦恼，唔知影剩的电量又阁通好骑偌远。即摆透过 AI 技术，会使根据每一个人骑车的惯势。自动记忆学习，互驾驶知影讲到底会使搁骑偌远。之前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常常会因为看到电池的格数越来越少，就会很慌，就想要赶快去换电池。但是有时候呢，其实去换完电池之后，发现其实电池的格数其实还蛮多的。电动机车的使用者，大概看到电量小于40-50%的时候，就会急着想要换一颗新的电池。
那也会造成40-50%以下的电量，大部分都是没有被使用到，其实会造成一种浪费。这套系统上特别的功能是针对目前驾驶的体重、开车的惯势甲路况，短时间内分析数据，参考范围在5%以内。可以把传统的电量百分比的方式预估出真实可用的电容量，然后再结合使用时候的这些电池的耗电模式，还有里程资讯，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给消费者，给骑乘者这个精确的剩余里程预估。根据经济部统计，最近这几年台湾电动机车的数量愈来愈多，这套系统未来会使让使用者唔免搁再烦恼骑甲无电，解决为着唔知影电池搁会使使用偌久造成的问题。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伫咧埔子的灰亚工艺师李俊兰，甲六卡做高级的工艺师郝俊廷，最近录得到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的台湾工艺资格认证。咱做伙来看因的艺术成就。幼路的粗灰仔放伫咧架仔顶面，这拢是灰仔艺术家李俊兰的艺术作品。捌伫日本学习有30档插旗甲灰仔创作经验的李俊兰，摕到今年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的台湾工艺资格认证。伊除了感谢，嘛希望会当协助在地艺术教育。将来在埔子南山窑，这个空间，我也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然后在教育推广传承上尽一份心力。除了灰仔艺术家李俊兰，嘉义县六卡乡的敖春庭，嘛因为家绩小的成就，同款摕到工艺资格的肯定。台湾工艺资格协会表示，工艺资格唔那是一个名号，嘛对台湾的工艺发展有责任。那这一次总共有发16位的这一个全国报进来的这个名额，然后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个初审就已经这一个打掉了一半。以前是讲艺术家困菜，艺术家困灶骹，表示艺术家是做善的，爸爸会当让我去读这种美术系，感觉应该是伊的很希望一个目标吧。嘉义县政府表示，工艺资格认证为2004年到2012年经过5届评选，进前已经有145个人摕到，经过8年才过来举办第2届评选。嘉义县今年有2位工艺师入选，即马嘉义县内有5个人受认证，希望未来透过工艺资格，会当予嘉义县的艺术教育有更加好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南投国姓乡的民众有成立一个社团，大家出钱出力出版一本国姓古桥的册，要讲在地历史，让更较侪人了解在地故事。走读国姓社是由国姓乡在地热心民众组成，一摆透过乡内古桥的调查记录，要来传承历史文化。伫水沙连社区大学的辅导之下，社员同齐出钱出力，完成国姓古桥这本册出版工作。我们不但要写文章，而且每一个人还要赞助2000块。那不足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对外来募款。那这一次社区大姐也非常大力帮忙，给我们2万块。那所以我们这一次才能够顺利的用彩色印刷的方式出版。国姓乡有真侪美丽景点甲历史文化，一座古桥的兴建背后定着有一段故事。社长林秀凤就提供一张50当前的老相片来分享。因为嫁到这个国姓乡南港村来，我那些同学他们说没有看过吊桥，都市人来到乡下总是觉得很高兴嘛又很新奇，那就带他们到吊桥上面走一走，就顺便拍照留念。这个走找古桥的活动是在地人做伙参加，学员搁伫过程中找到乡里的第2座竹米桥，也就安尼找到对乡土的认同感。咱这个地方的这个古桥足侪拢去互袂记哩所以讲咱即届有这个活动把这个古桥甲伊整理出来，互大家搁知影讲咱较早的迄个过去。这摆总共找到乡里100座古桥，因甲其中22座写入去新册内，望透过一本古桥的故事，搁有社员的导览，传承在地历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
北部地区对14度到21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0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